繼續來看立法院長韓國瑜下晡再度邀集到朝野黨團，針對軍購特別條例進行着協商。就佇協商進程，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甲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來會面。韓國瑜嘛來接見着華府智庫的訪問團。韓國瑜是來承諾會凝聚共識，推進着國防特別條例。立法院長韓國瑜昨接見華府智庫戰略甲國際研究中心的訪問團，也強調講國家的安全是立法院無分黨派共同關心重視的議題，嘛承諾將會繼續去建立共識，推進國防特別條例。國民黨立委陳英匡對軍購案有一番的見解，提供這張圖給部裡參考，你覺得哪裡不理想、不對，你更正。針對特別預算軍購流程，陳英匡佇質詢台提出完整的圖表，連國防部長郭立雄攏學了講真完整。隨上陳英匡入去立法院進前是官拜上將，馬政府的時期做國防部的副部長，因為更加是駐美代表團的團長。甲美國買武器，因講是真徹底。雖然講捌表態正面看待行政院版的軍購，因過身為國民黨不分區的立委，真濟意見只能按照黨中央的意志。風聲講陳英匡做完這屆立委就要離開，軍購案基本的全部，國民黨干那伊一人為頭聽到尾。所以每一個委員對於相關條例的想法跟擔憂都是不一樣的。那現在製造雜音、政治操作，都是對於達成共識的嚴重干擾。面對陳英匡的氣流，黨內同志無加講，下晡會閣針對軍購案協商管理協商前，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郭立言會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，雙方嘛對軍購案的議題交換意見。進前一天，民眾黨的主席黃國昌更加講，若要兩黨有共識，將會調關軍售金額到8,100,000。下午就要進到正式的協商程序了，就希望大家稍安勿躁，多講太多話好像也不太好。因為這是一個條例，根本還沒有進入到所謂的預算審查，所以在條例如果就把這個金額把它壓低的話，其實全套的整個國防的規劃根本就沒有辦法執行。軍購條例朝野敢有共識協商，正進入深水區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